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欢迎你再度收听我们耳朵带我去旅行这一集的单集，我是王俊杰。在这一集的单集当中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女歌手。这位日本女歌手叫做八代雅纪，我不晓得听我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过她？她是一位我自己很喜欢的日本女歌手。那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舞台剧的音乐工作的关系，然后就会有一些要写一些就是有一点类演歌的音乐那就让我有一天想起了这位我很喜欢的女歌手，然后我又回头重新再听了她的一些音乐以后我觉得她是一个超级酷的女歌手，所以我一定要把她在节目当中介绍给大家那所以说呢，所以说，这一集我们就是要透过 KKBOX 来插播音乐。那么，如果你不是 KKBOX 的平台的话，那我就会把歌单放在上面，放在我们的内页里面，然后你可以自己去点开来听。我跟你保证好听，保证很好听哦。那 OK， 那在要介绍八代雅纪之前呢，也要再跟大家提醒一次，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帮我在你的每一个你自己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评分5颗星同时把我介绍给更多人。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节目我都会留一则贴文，那你可以在底下分享你的感受，或者你要私讯给我也没有关系，这样子OK， 那另外要预告一下，就是下一集的单集呢，我跟视障心理师朱心怡老师我们两个好朋友的这个音乐的快闪计划要来到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好，那最后一集到底会有谁的故事呢？欢迎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给我们听起来，这样子打开心结，跟心怡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单元，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让我有机会为我素未谋面的几位说故事的朋友们做创作。好，那我们呢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八代雅纪。八代雅纪呢，她是1950年出生，然后她出生在日本九州的熊本县。OK， 那么她出道的时间是1971年，也就是21岁的时候。那他活跃到什么时候呢？到现在。那他很特别他是演歌的歌手，那也是演员，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画家。那更重要的是，他也唱爵士乐，很难想象就是可以跨这么多的领域。那演歌的日本演歌，如果你听过的话，你会发现日本演歌的歌手都就是有很多就是会唱得很夸张，对不对？那演歌跨足到爵士乐又是怎么回事？我们等一下可以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他的成名作品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我想要从这一首歌开始介绍起。这一首歌的旋律你听到就会应该有一点熟悉感。好像这首歌也有翻译成中文歌，但是到底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那反正我们今天要听的是八代雅纪的演唱。我觉得他唱的演歌我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不油条，然后又有一种深情的感觉。他唱很多关于女性的歌这一首歌叫做《雨的木琴》，这个旋律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是他早期一点的作品你就会觉得日本人的
那个音乐啊，真的是做得很细腻，这样。他那个你听到那个背后的弦乐啊，然后他的那个整个配器，然后听到他那种唱起来女生的那种揪心的感觉，真的会很感动。OK， 那先让你听这首歌，我今天会准备4首歌哦。这一首叫做《雨的木琴》。事实上，很多日本演歌的歌手啊，他们在唱的时候会很爱做几个小动作。第一个就是抖音要抖得很凶，吃完，那么这种就是比较夸张的，像那个有一位大前辈叫森敬一吼，森敬一那个他苦海女神龙的这个原本的日本版，就是森敬一的作品吼。然后他唱的弄嘛弄，他会抖得这么凶。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鼻腔共鸣，尤其是那种北方的那种，就会有很多 you know 那什么 no。之前那个跨年的时候，白冰冰不是有唱那个唱那个什么first love 有没有？就有很多的鼻音。事实上啊，然后那时候就新闻讲得很丰富，有没有？然后有很多的讨论。其实我个人坦白说，我觉得白冰冰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只是说你不一定喜欢，但是他唱那种纯日本演歌的样子啊，其实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只是那个就是有一种老派啦，但是我要必须说他唱得真的很好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很爱刮喉咙，就也有这样子的。但是你在听我刚刚介绍给你的这个曲子啊，你应该觉得没有这么油吧？没有这么，我不要说油好了啦，就是没这么夸饰。八代雅纪唱歌没有这么的夸饰哦。那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喜欢他的原因。我觉得他那种唱法是我觉得会让人觉得这个女生很让人动容，然后充满很多想象。另外还有一位我很喜欢的女歌手叫石川小百合，那是另外一种呢，声音比较甜一点，但是她的夸张演绎就会蛮多的这样子。OK， 另外还有一首歌，这首歌是3拍子的歌，然后应该也有我也有改成国语歌，但我也没有刻意去找到底是哪一首国语歌。我隐约，如果有人你听到了，你想起来的话，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歌哦。你可以到我粉丝页来留言，告诉我这是什么歌。但我隐约有个印象，这好像是邓丽君有唱过的国语歌。然后这首歌我很熟，因为这首歌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啊，小时候在上班的时候，蛮常时不时就会演到这首歌。那这首歌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刚刚那一首歌也好，或是应该说今天我选这一集我选的歌，每一首我觉得都很适合现在这个初秋的时候来听，尤其是台风刚过，这个初秋天气虽然还热，但是慢慢的有凉风起来的感觉，我觉得都很适合。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3拍子的歌，来自于八代雅纪，这一首歌叫做《恋父》。好，刚才我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八代雅纪不只是一个很棒的演歌的歌手，其实他同时也很会唱爵士乐，而且我觉得唱起来很道地，真的很道地他有出过爵士乐专辑，然后比如他唱那个Summertime， 然后也那个是经典嘛，还有唱那个 Fly Me to the Moon， 好，但是这当中有一首歌他们把它改成了有日文的歌词。好，这首歌呢叫做 Autumn Leaf。巴巴达巴，巴巴噜噜，巴布噜叮，嘟嘟嘟叮，这个旋律你一定很熟悉吧？好，那他们加上了日本的歌词以后呢，
原本叫做秋叶到了它这里叫做枯叶。这首枯叶呢，然后是纯爵士的编制，然后会有一把很厉害、吹起来很有 feel 的，又带一点那种东方日本味的竖笛。然后它唱起来还有一点点你等一下听听看，就是虽然是爵士乐，虽然是我们熟悉的 standard 的 Autumn Leaf， 但是呢，它唱起来还带了一点点的演歌的气靠在里面。可是呢，那种爵士乐的精神啊，跟爵士乐的那种该有的，它其实都有，然后有一种融合感，不是那种美式的，但是确实我自己是喜欢的。说到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跟我有几个好朋友，我们觉得台湾呢有一位台语歌手啊，其实唱歌非常的爵士，虽然他没有唱爵士乐，但是他的气靠啊，他的精神啊，非常的爵士。那个人呢，就是郑敬一先生。对，好，那回来我就要让你听八代野阿纪唱的这一个 standard 的曲子。在这里它叫做枯叶，也就是原来的 Autumn Leaf。你来听听看，然后你听他的这个唱起这种日文的爵士乐，而且是 standard， 你会觉得还蛮妙的如果你好奇的话，你还可以上网去找他唱的 Summertime 啊、Over the Rainbow 啊等等，很多都有一种属于他的气靠。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枯叶》。听完了前面这3首歌，有吧？应该觉得这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来听吧？就是开始进入秋天的季节，然后听他的嗓音。我跟你说，他其实到2020年、2021年啊，他都还有作品，而且他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给你的演歌，还有介绍给你的爵士乐之外啊，其实他后来也可以跟现在比较这个时代的流行乐的编曲结合，而且不会是像在唱卡拉 OK， 因为有一些前辈不是前辈不好，就是那个就是时代的差异，他唱起比较现在的编曲然后是新歌，但是你就会觉得哪里卡卡怪怪的但是在八代雅纪的身上没有这个问题那现在是70几岁的阿嬷嘛然后唱歌还是很好听这我干嘛就不简单呢？就像那个前一阵子啊，沈文成大哥我不能叫人家大哥啦，其实应该叫人家阿伯，年纪比我爸爸还大除了开了演唱会，然后从头到尾都在台上，然后也没有下去换衣服，这做用然后从头到尾一直唱，然后就算有来宾他也没有离开。你不觉得这个？我觉得这种敬业精神都很惊人，超级惊人的这样子那希望我今天我这一集节目介绍的你会喜欢这纯粹就是因为我最近在我的工作的关系，让我回忆起这些作品然后有机会的话，也许跟你介绍其他的日本歌手。至于我做的舞台剧是什么，很快的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会直接邀请导演啊或编剧2个人一起，我们来一起让他们接受访问这样子。OK， 那今天这一集的最后，我就来让你听这一首歌是一样是爵士乐的 feel 不就是爵士乐，我讲错了但是日本歌那这一首歌呢，听他唱这种纯日本的爵士乐，然后有一点点演歌的旋律感在里面，就是日本人嘛那个时阵他就会写看日本的那种气口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 jazz。 日本人说爵士怎么说你知道都说架子，较早我去上班的时候买讲我来造一下架子然后那个我刚开始还没有接触爵士乐的时候然后听前辈说架子，我都想嘿一下物件好我们就来这一首歌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好，那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留言给我然后
接下来天气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然后每下一阵雨呢，天气就冷了一分。我们在淡水都会这么说，就是只要到了9月以后，下一次雨，天气就凉一点点这样子。好，希望赶快再凉多一点哦，因为今年的夏天实在很难熬哦，很希望赶快度过。好哦，那耳朵带我去旅行，我们下一个单集再见。